台湾史上上大规模的丰原敛钱案，都是沈长兴这个人伫民国71年成立的丰原投资机构，一个月利息高达6分，短8年就敛钱1000亿，投资的民众高达20万人。这是台湾头一个鸟鼠仔会。结果到民国79年，政府查这个地下投资公司丰原就倒大落，投资人对咧落税。1000亿的债务，才对转来无够50亿。沈长兴才互判刑7年，并科罚金300万，4年后就假释来出狱，继续过着伊奢华的生活。上界可怜的是投资人血本无归，找无人通讨，要靠是无目屎。为鸟鼠爱加钱来，为鸟鼠爱加布地，较早是台湾上肥的鸟鼠王。沈党的沈长兴有偌敖，民国31年出世的沈长兴，15岁就因为土地物件交付感化。民国71年，沈长兴找刘铁球、吴永明3个人成立丰原机构。请投资人以月息6分介绍一个会使提奖金的上下线会员制，这算是台湾史上头一个鸟鼠会诞生。现金算甲手强要救筋，有人一个摕到利息有够欢喜，现金用野的，这个画面互真侪人惊羡。当年台湾的经济真好，股市一日起，财源滚滚，就想要钱滚钱。迄个时阵嘛无啥物投资的管道，真侪退休的军公教的人员，中南部的菜篮族，人卖汤一罐，听甲啪啪啪。老本拢投资入去，冒风险是有这个心理准备啦。说好像想这个钱要是能够赚回来的话，哈，那是更好啦。沈长兴真了解人性，将丰原包装甲真水，投资证券、房地产、饭店、旅馆百货，佮成立丰原篮球队。小户靠勤俭，大户就爱靠运命。沈党的真正有够敖。民国77年，丰原伫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万人造势大会。沈党一个到，这善男信女拢真始终，有人点冲天炮无识字，煞将中华体育馆的厝顶烧去，嘛烧破丰原这只抓虎。民国78年6月30日，银行法修正减掉强力伫追查地下投资公司，正式宣布暂停。这个发放获利2个月，我们收也会收的非常的干净。讲甲真有信心，连续3礼拜，丰原发生4摆大家收钱领钱的风暴，支付200亿的现金。当时投资人阁唔死心，阁办签名会，替沈长兴打大张海报，拜托沈党为大家保重身体。拢唔知讲本身的老本已经不保啊，今日自愿为利息6分降到1分4，相信沈党会使带大家渡过难关。不过丰原却是雄雄宣布倒店。为了什么？我们难道没有脸、没有人性吗？沈长征把我们都害死了。民国80年发现宣告丰原破产，大家发财梦才精神，成立自救会已经无药可救啊！工作人也做好，你做好，做好。在这款人的大会中，情绪失控被查出去，钱同款一去不回，因为沈长兴早就脱产啊，钱无命一条，20万名投资人被骗去，吸收资金几千亿的经济大风暴。最后，沈长兴被判刑7年，罚金300万，4年后就假释出监。沈长兴的太太影青逝世。像你我患难夫妻，怎么还说这些？本是当林鸟，台南来时各分飞。在沈长兴服刑的时，速速离婚收场。不过出狱后的沈长兴这个鸟鼠王，无沦为过街鸟鼠。有人讲伊日子真好过，唔但带白种坐名车，佮有辣妹陪伊，共款过着真豪华的生活。不过伊欠几千亿的债务，约较无50亿转来，投资人欢欢喜喜拜这个神，才发现讲是一个变神啊。